聖詠60章1至14節。慘敗後的哀禱。達味金絲交約官弔記見證的百合迴牆，作於他和兩河間的亞蘭及亞蘭造巴交戰時。那時約阿布歸來，在鹽谷殺了12000人。天主，你拋棄了我們，粉碎了我們，你曾發怒，今求你復興我們。你曾使大地震動，使地裂土崩，求你彌補裂縫，因它搖搖不定。你使你的百姓遭受艱苦，使我們喝了麻醉的烈酒。然後你為敬畏你的人豎起旗幟，為使他們閃避仇敵的弓矢，為叫你所愛的人獲得救恩。求你以右手協助垂允我們。天主在自己的聖所說：我要凱旋將舍根分疆，將耶苛特的平原測量。基肋阿得地屬於我，默勒協地也屬於我。我的頭盔就是厄弗辣因，猶大成為我手中的權棍。摩阿布是我的沐浴池，我向厄東投我的鞋隻，我還要戰勝培勒舍特。誰引領我進入堅城？誰領導我走進厄東？天主，莫非你已將我們拋棄？難道不率領我軍出擊？求你援助我們抵抗仇仇，因為人的援助盡是虛無。我們倚靠天主奮勇行事，他必要踐踏我們